大家好，今日我要同大家分析香港消防處網頁嘅缺點，仲會提出改善建議，等網頁可以更方便市民同投考者使用。首先，網頁有一啲資訊都藏喺角落，比如要喺首頁滾好耐先揾到。消防安全知識又分散喺唔同位置，想睇迷你倉防火都要逐個模塊找，好浪費時間。仲有搜索功能好簡單，搜消防裝備會跳出一堆無關新聞，根本篩選唔到想要嘅內容。網頁幾乎冇詳細嘅裝備介紹，危害物資專隊淨係有個名，唔知佢哋用咩防化服、檢測儀，全國運動會支援隊用嘅先進醫療裝備都冇講明係咩型號，有咩用，連消防車嘅圖片都唔可以放大，想了解裝備都睇唔清。投考者根本唔知日常工作會用到咩工具，首頁模塊亂七八糟，立法會選舉、防騙鴨呢啲唔關消防事嘅內容，反而喺顯眼位置。有用嘅心肺復甦法學習就縮喺細模塊，字又細，長者根本睇唔清。手機打開仲會重疊文字，鏈接點唔開，體驗好差。第一個建議，參照香港警署，頂部設8個主目錄，比如關於消防處、裝備與技術、招募與培訓，每個目錄下有子分類，仲要加高級搜索，可以按資訊類型時間篩選，搜嘢快好多。右側再加快捷導航，市民點擊就入消防安全頁，投考者直達招募入口，好方便。第二個建議，專門開一個裝備頁，分滅火裝備、醫療裝備、智能化裝備，每款裝備都有圖片、文字同視頻，比如 Hazmat 嘅防化服，標注適用場景。新裝備更新，話俾大家知消防處有咩新工具。第三個建議，新增日常工作專區，記錄消防員晨訓、社區檢查，仲有月度數據圖表，等市民知消防處唔止做救援。投考頁要寫清條件，比如消防隊長要25至35歲。大學學歷，仲有歷年試題同體能指南。底部加常見問題，市民問驗收，投考者問補考，都有答案同諮詢電話。第四個建議，首頁按核心業務先排，首屏放救援、防火提示、招募，刪除無關內容。文字統一16號字。長者可以放大，圖標都配文字，唔好再用復光呢啲不明圖標。手機端要響應式設計，模塊唔重疊，按鈕易點擊，仲加一鍵報警快捷鍵。總結，改善之後，香港消防處網頁會更方便、更實用，無論市民想學防火，定投考者想報名，都可以快速揾到資訊，幫助大家更了解消防處嘅工作。今次嘅專題報告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看。